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嘅特效製作系列。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兩個超勁嘅電影製作技術：實拍特效同 AI 音樂創作。你有冇諗過點解電影入面嘅大爆炸可以咁真實又咁安全？又或者 AI 點樣可以創作出好似荷里活大片咁嘅配樂？今集我哋會一次過拆解呢兩個尖端技術，由物理模擬到情感智慧，由煙科安全到音樂創作，保證你會大開眼界。無論你係電影製作新手定係資深從業員，呢集都會俾到你好多實用嘅知識同啟發。記得撳個訂閱掣，一齊探索電影製作嘅無限可能。嚟到呢個特別效果代理嘅執行總覽，呢個文件詳細講解咗呢個特效代理實拍系統係一個好先進嘅架構，用嚟協調真實世界嘅實拍效果，好似爆炸、火、風雨同機械特技，全部都用喺電影製作入邊。但同時要絕對確保安全標準。呢個代理結合咗先進嘅物理模擬 （physics simulation）、法規遵守同畫格精準計時，嚟創造出真實嘅實拍效果。之後可以無縫融入數碼視覺特效 （VFX）。跟住我哋嚟講下核心概念，用簡單語言解釋，咁乜嘢係實拍效果呢？想象下就係片場上嘅真實魔法，好似真實嘅爆炸、下雨、煙霧同特技表演，全部都喺拍攝期間直接發生，而唔係之後數碼加落去。就好似一個受控嘅科學實驗，樣樣都要精準計算、計時同安全執行。物理模擬咧，喺任何爆炸發生之前，系統會跑電腦模擬，好似一個視頻遊戲嘅物理引擎咁，預測到底會發生乜嘢，碎片會飛去邊度，溫度會熱到點，會唔會有人受傷。SMPTE 時間碼 SMPTE timecode 就想象成一個超精準嘅鐘，確保每個相機、錄音設備同爆炸觸發器都完美同步，精準到單個畫格1/24秒。咁樣就保證爆炸發生嘅時候，演員已經安全避開咗。USD 管線 USD pipeline 就係一個通用翻譯器，連接真實實拍效果同之後後製加嘅數碼效果，確保佢哋完美融合。再嚟我哋講下主要話題。第一個，核心模擬同規劃系統，物理引擎會預測爆炸行為、碎片軌跡同安全區域，全部喺拍攝之前做。安全驗證器確保符合 OSHA、NFPA 同 ATF 法規。第二點，煙火設計同執行，控制爆炸系統用 Houdini PyroFX 嚟預覽，實行時要用認證煙火技師同適當牌照。咁樣，下一個係天氣同大氣效果，雨機、霧氣產生器同粒子系統，創造出逼真環境條件，同時保持演員舒適同安全。然後機械吊架同鋼絲工作，物理計算嘅鋼絲飛翔系統、易碎道具同特技吊架，配埋多重安全機制同緊急程序。接落嚟計時同步，畫格精準協調多個相機、音頻錄音器同效果觸發，用 SMPTE 時間碼標準。仲有實拍同數碼整合，真實實拍效果同數碼增強之間無縫交接，用 USD 管線同追蹤標記嚟除鋼絲。最後安全遵守框架，多機構法規整合，確保所有效果符合聯邦、州同行業安全標準。總結一下關鍵要點：安全係絕對嘅，每個效果喺執行前都要全面安全分析，對劇組同表演者零容忍風險。物理預測現實，用 Houdini PyroFX 同 Bullet Physics 電腦模擬預測精準行為，先實拍執行，畫格精準計時 ，SMPTE 時間碼確保爆炸、特技同相機捕捉同步到1/24秒精準。法規遵守係必須 ，ATF 牌照、OSHA 批准同消防許可對煙火工作係強制。混合方法優化結果，結合實拍基礎元素同數碼增強，帶嚟最大真實感同安全。實時監測關鍵。執行期間即時安全監控，煙火技師有即時終止能力，無縫 VFX 整合 USD 管線，讓實拍鏡頭完美融入後製數碼效果。OK， 講到關鍵數字同數據，安全距離2米半徑係1100攝氏度致命區，唔准任何人進入。5米半徑係95攝氏度，用防火裝備安全。演員最細距離15米半徑係熱區，只限煙火技師同安全官。技術規格爆炸模擬係24幀每秒捕捉，1.5秒火球持續，1200攝氏度峰值溫度，雨系統每分鐘2400加侖流量，4毫米水滴直徑，25米乘25米覆蓋。
鋼絲吊架係1200千克斷裂強度纜繩，500千克實用容量雙纜冗餘，時間碼精準度係所有同步設備正負一或格容差。法規要求 NFPA 495規定1.1同1.2級爆炸物最少分離距離。OSHA PSM 係爆炸製造嘅程序安全管理，聲音水平爆炸源140分貝必須帶聽力保護。製作統計例子28個實拍效果設計同執行，100%安全遵守，零事故或者傷害，47%同步事件達成畫格精準計時。透過優化實拍 VFX 流程，後製時間減35%。而家嚟到下一步行動，針對實施。第一階段頭3個月部署核心物理引擎 Project Chrono， 建立 AN 管線，開發安全遵守框架，整合基本時間碼同步。第二階段4到6個月，加 GPU 加速 NVIDIA Warp， 完成 USD 整合，部署基於網頁嘅監測面板，實施預測安全分析。第三階段7到9個月，實時執行性能優化，全面整合測試，文件完成，培訓計劃開發。所需資源硬件係 NVIDIA RTX 3080加 GPU， 32GB 字節加 RAM，NVMe SSD 儲存。軟件係 Python 3.9加，CUDA 11.8加，CMake 3.18加，Node.js 18加。牌照係 ATF 爆炸物處理許可，州煙火牌照 OSHA 遵守驗證。關鍵依賴認證煙火技師有效牌照、消防許可同協調、煙火操作保險覆蓋、專業時間碼產生器用嚟壓畫格精準。呢個對邊個重要呢？對電影製作團隊嚟講，幫導演、攝影師同 VFX 主管達成最大實拍效果真實感，同時保持絕對安全標準同無縫數碼整合。對安全官同煙火技師提供全面法規遵守框架、預測安全分析同實時監控，用喺專業煙火操作。對 VFX 藝術家交付優化實拍鏡頭，配埋追蹤數據、燈光參考同 USD 兼容資產，方便數碼增強流程。對工作室高層透過高效實拍、數碼流程減低後製成本，確保保險遵守同零事故安全記錄。對技術主管提供畫格精準同步，基於物理模擬同專業管線整合，用嚟複雜多部門協調。詳盡啲嚟講呢度包含咗幾個關鍵要點。而家講下呢個特殊效果實務代理現實彎曲者嘅要建置部分。咁樣呢，你需要建置一個代理系統，專門處理實務上嘅特殊效果。呢個代理呢，就叫現實彎曲者，佢嘅目的係模擬或者應用一啲彎曲現實嘅效果。好似科幻電影入邊咁，透過程式或者工具嚟實現。總結一下，建置嘅核心就係設定代理嘅框架，包括輸入處理、效果生成同輸出模擬，確保一切自然流暢，唔會出錯。然後下一步就係整合相關嘅技術模組，例如用 Python 或者其他腳本語言嚟驅動。留意要兼容現實環境嘅限制。咁啦，呢個建置過程會令代理變得實用，適合用喺創作或者測試場景入面。然之後核心引擎系統啦，首先係 Practical Effects Simulator， 爆炸火水煙霧，呢個係一個高細節嘅煙火爆炸模擬系統，利用 GPU 處理嚟實現複雜嘅火、煙霧同流體動力學。佢建立喺生產就緒嘅爆炸工具之上，專為電影長片需求設計。咁樣接落嚟係 Pyrotechnics Designer， 控制爆炸火花，呢個經過認證嘅專業控制實用效果系統，需要有效嘅州同聯邦執照嚟處理片場嘅爆炸材料。再嚟 Weather Effects Generator， 雨雪風霧，呢個先進嘅基於粒子嘅天氣模擬，利用增強嘅求解器嚟實現逼真嘅降水、霧氣分佈同大氣效果，包括適當嘅碰撞、偵測同環境互動。講完呢個，繼續講 Mechanical Effects Planner， 吊掛鋼絲移除標記，呢個基於物理嘅吊掛系統，用於鋼絲工作、易碎道具同機械特技。另外仲有 Safety Validator， 確保效果唔傷害演員工作人員，呢個全面嘅安全協議系統。實施 OSHA 合規性火災安全法規，以及針對主要煙火同爆炸物嘅強制風險評估程序。跟住落嚟 Practical Digital Hybrid Coordinator 同 VFX 融合，呢個 USD 管線整合系統用於無縫嘅實用度數位嘅移交。最後補充一下 Effect Timing System 同動作同步，呢個 SMPTE 時間碼同步框架，提供畫面精準嘅計時參考，用於協調實用效果與攝影機捕捉同後製工作流程。
總結一下，呢個系統好全面，幫手電影製作更安全同逼真啦。接落嚟，進階技術框架 Special Effects Practice 代表物理模擬、安全工程同電影藝術嘅精妙融合。佢建置於 Bullet Physics SDK 基礎之上，主要視覺效果工作室包括 Digital Domain、Framestore 同 Weta Digital， 已經廣泛用嚟做碰撞偵測同光體動力學 Rigid Body Dynamics。呢個系統提供對現實世界實拍特效嘅空前控制，同時維持絕對安全標準。咁樣 Physics Engine 元件已經獲得嚟自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嘅科學與技術成就獎，表彰佢喺推進視覺效果製作中逼真物理模擬嘅關鍵角色。呢個榮譽凸顯專業級實拍特效模擬所需嘅技術精妙。再嚟講下佢嘅功能，然之後主要功能呢個部分主要講解呢個程式或者工具嘅核心用途，咁樣大家可以用得更順手。總結一下，主要功能包括幾個重點。首先係基本操作界面，讓用戶輕鬆導航，然後係數據處理模塊，負責分析同輸出結果，仲有設定選項，可以自定參數嚟適應唔同需求。講完呢個，接落嚟我哋再深入啲講每個功能嘅細節，然後煙火設計同模擬呢部分啦。用 Houdini 原生嘅 PyroFX 求解器功能，系統可以整出最先進嘅煙火效果。由細規模火災到燒晒成個環境，呢啲逼真火焰同煙霧模擬專為長片電影製作而設計。模擬引擎會處理幾個重點項目，首先係多尺度爆炸設計，支援單爆發火球用嚟做較小爆炸，仲有使用3至4個輸入點散佈喺近距離，並以唔同起始幀嘅多爆發方法嚟建立更複雜嘅爆炸形狀，咁樣。體積火焰建模就提供對燃料注入、溫度梯度同燃燒動態嘅精確控制，仲有可動態調整嘅參數，用嚟控制火焰元素嘅速率、尺度同外觀。然後碎片軌跡計算，採用先進嘅突包碰撞偵測嚟模擬斷裂物件同碎片圖案。另外，熱圖影射會執行即時熱分布分析，用於演員安全區域；而爆炸半徑計算就計算過壓嚟幫安全人員定位。總結一下，呢個系統真係好全面，適合專業電影製作。好，跟住我哋講下天氣效果生成呢個部分。系統用咗先進嘅粒子流體模擬 Particle Fluid Simulates， 結合重力和環境互動，透過精確嘅液滴動態同碰撞行為嚟產生逼真嘅降水效果。咁樣，雨系統 Rain System 就基於粒子嘅雨模擬，具備向下速度發射、地面碰撞、偵測 Ground Collision Detection，仲有對撞擊事件嘅時間追蹤，愛嚟產生逼真嘅潑令效果同表面互動。然後水體累積 Water Accumulates 喺粒子撞擊點嘅動態地面平面位移，饋入漣漪求解器 Ripple Solvers， 表面泡沫產生透過垂直位移過濾同隨機原始刪除嚟實現，咁樣就增強咗破碎效果。最後大氣效果 Atmospheric Effects 將粒子流體表面轉換為可渲染嘅大氣元素，具備可調整嘅粒子分離參數，用嚟控制效果規模同視覺密度。總結一下，呢啲元素一齊配合，就令天氣模擬變得超逼真啦。好，跟住我哋講返安全協議整合呢個部分。安全系統會實施基於 NFPA、OSHA 同 American Pyrotechnics Association 指南嘅全面協議。呢啲就係所有實用效果規劃同執行嘅基礎。製作前安全分析包括煙火材料、數量、放置、發射序列，以及每個展示嘅安全措施嘅詳細規格。咁樣個人防護設備管理就強制執行安全設備協議，包括耐火衣物、手套、護目鏡同埋人員使用煙火時嘅專用防護裝備。火災安全系統會驗證操作中嘅滅火器、灑水系統同緊急應變設備，包含全面嘅人員角色分配同責任追蹤。另外，許可同執照咧就整合監管合規系統，需要有效嘅州同聯邦煙火操作員執照，並協調地點當局、當地電影辦公室同消防部門之間嘅合作。總結一下，呢啲措施確保一切都安全可靠。好，跟住我哋講下精準畫面定時同步呢樣嘢。定時系統實作由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定義嘅 SMPTE 時間碼標準，為影片、視訊同音訊素材嘅編輯、同步同識別提供精準嘅時間參考。咁樣佢可以確保喺複雜場景入邊多個攝影機同音訊錄音機之間完美同步，
尤其喺精準定時至關重要嘅情況下，維持所有錄製裝置之間嘅和諧。接落嚟，後製整合方面，佢啟用畫面層級嘅時間錯記，讓編輯者快速定位特定場景同效果，為編輯者、音效設計師同視覺效果團隊提供共同嘅溝通語言。另外，即時觸發系統就透過標準音訊設備分發系統範圍嘅時脈信號，或者直接編碼到視訊信號入邊，咁樣就更方便實時操作啦。好，跟住我哋講下機械吊架同鋼絲工作呢個部分。先進嘅碰撞偵測演算法包括連續碰撞偵測 （Continuous Collision Detects）。呢個演算法會計算移動同旋轉物體之間嘅碰撞時間，咁樣就支援鋼絲工作嘅安全計算。同埋機械吊架嘅規劃，系統仲會計算鋼絲張力 wear tens、軌跡路徑 trajectory paths 以及以下嘅安全邊際，基於吊帶嘅鋼絲飛行系統、斷開道具機械、纜線路由 cable routing 同隱藏、墜落逮捕器 fall arrestor 定位，仲有緊急釋放機制 emergency release mechanism。咁樣總結一下就確保晒一切安全可靠啦。好，跟住我哋講返實務同數位效果協調呢個部分。呢個混合協調系統會決定最佳嘅實務效果同數位效果分配，咁樣先至可以做到完美平衡。總結一下效果分類矩陣。Effect Classification Matrix 分咗幾個類型，首先係全實務 Full Practic， 就係直接火力、煙霧產生、水效果同機械破壞呢啲。然後係實務增強 Practical Enhancement， 例如用真實爆炸再加數位縮放同碎片增強，仲有數位替換 Digital Replacement， 將危險元素換成安全嘅實務基礎層。最後係混合合成 Hybrid Composite， 將實務鏡頭同數位擴展無縫混合埋一齊。咁樣呢，系統仲支援幾何體實例化 Geometry、Instancing 工作流程，連接 Houdini 生成嘅效果到 USD 管線，實現實務捕捉同數位增強階段之間嘅無縫整合。接落嚟講下工具同框架 Tools Frameworks。總結一下模擬引擎 Simulation Engine 嘅部分。首先 Houdini Pyro FX 系統。Houdini Pyro FX System 呢個就係用 Axiom GPU 求解器 Axiom GPU Solver 整合咗先進煙火模擬，結合 Pyro Burst 工具 Pyro Burst Tools、Pyro Trails 系統 Pyro Trail Systems， 仲有 Karma XPU 渲染 Karma XPU Rendering， 專門用嚟做高細節爆炸同煙霧模擬，完全喺 GPU 上跑。咁模擬框架咧就提供逼真嘅爆炸運動，包括動畫噪聲 animated noise 同擾動效果 disturbance effects。透過透明煙霧嘅體積光照 volumetric lighting， 用 Pyro Bake Volume 節點 Pyro Bake Volume Nodes。另外透過 Pyro Trails 節點 Pyro Trails Nodes 嘅自動化碎片軌跡模擬 automated debris trail simulates， 取代咗手動粒子發射設定 particle emission setups。再嚟，流體動力學核心 Fluid Dynamics Core 就建基於 Navier-Stokes 方程式 Navier-Stokes Equation， 實作搭配自訂求解器 Custom Solver 開發，我嚟全面理解流體模擬流程 Fluid Simulation Processes， 支援煙霧 Smoke 同 Pyro 求解器 Pyro Solver 設定。總結一下呢個系統令到模擬更高效同逼真啦。好，跟住我哋講下物理引擎 Physics Engine 嘅部分啦。呢個係 Bullet Physics 整合。一個即時碰撞偵測 collision detection 同埋軟鋼體動力學 soft rigid body dynamics 模擬系統，廣泛用喺影片、遊戲 video games 同電影視覺效果 visual effects 入邊。咁樣佢整合到好多專業應用程式，例如 Cinema 4D 嘅 Modynamics、Houdini、3ds Max、Maya 同 Blender， 由頂尖視覺效果工作室同遊戲開發者廣泛採用。愛嚟做碰撞偵測 collision detection 同鋼體動力學 rigid body dynamics 工作，跟住呢個系統可以實現大規模高度逼真嘅動態 dynamic 同運動學 kinematic 模擬。預設固定速率模擬步進 simulation stepping 係每秒60步，可以設定為120赫茲嚟提升求解品質，獨立於基於畫面 frame base 嘅計時運作，確保一致嘅即時效能 real time performance。講到呢度，總結一下。呢個工具真係好強大，適合用喺高質素嘅動畫同遊戲開發。煙科安全計算器呢個工具，好，跟住我哋講嘅係佢嘅法規合規引擎 Regulatory Compliance Engine。呢個引擎實作咗 NFPA 495爆炸物材料規範，
提供咗 Division 1同 Division 2爆炸物嘅最低線內分隔距離，制定咗製造、儲存、運輸同使用爆炸物材料嘅合理安全要求。咁樣，佢仲遵循 OSHA 出版物3912指南嘅製程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整合，針對爆炸物同煙科製造，確保符合聯邦安全要求。好，跟住我哋講下天氣模擬呢個部分啦。首先係基於粒子嘅降水 （particle-based precipitation），呢個用咗 DOP Networks 嘅進階粒子系統，包含 particle fluid source 節點同 gas gravity force 嚟實作，提供咗可調整重力參數同環境互動嘅逼真液滴物理，咁樣就令到雨滴落嚟感覺超寫實。然後接落嚟係大氣模擬 （atmospheric modeling），佢有個可自訂粒子分離參數嘅粒子流體表面轉換系統，支援透明材質應用，仲帶埋環境色調調整，實現咗逼真嘅大氣效果。總結一下，就係令到整個天氣場景更自然流暢啦。好，講起時間同步，呢個 timing synchronization。好，跟住我哋講嘅係 SMPTE 時間碼 SMPTE timecode 實作。呢個係由電影電視工程師協會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開發嘅產業標準畫格標記系統，用 NAS-SF 格式，對於專業製作環境入面維持各種格式同畫格率 frame rates 嘅精確時間同步，絕對至關重要。咁樣於1967年建立，目的就係結束編輯機器不相容時間碼嘅混亂。原先應用包括精確嘅影片編輯同電影配樂同步 film、soundtrack synchronizing， 支援美國常用於音訊應用嘅30幀每秒格式。總結一下，完整嘅 HHMM-SSFF 結構支援，從98到60幀每秒嘅畫格率 frame rates， 包括吊幀格式 drop frame formats， 仲有透過 MIDI 時間碼 MIDI timecode 適應嚟實現 SMPTE 基礎嘅影片時間同步。仲可以同多媒體製作入邊嘅 MIDI 序列器 MIDI sequencers 無縫整合。講到呢度，呢個系統真係好實用，確保一切都同步得準確無誤。而家嚟到安全合規資料庫呢個部分啦，首先嚟講多機構整合啦，呢個係一個監管框架，整合咗酒精、煙草、火氣及爆裂物局 ATF 嘅爆裂物產業計劃監督，同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SHA 嘅工作場所安全指南，用嚟專業環境入邊煙火使用。咁樣就確保晒一切合規。然後下一個係緊急應變協議，呢個包括全面嘅緊急程序，例如場地疏散計劃、緊急服務聯絡協議、傷害及火災應變程序，仲強制人員接受基本急救及火災安全訓練，加埋緊急火災抑制設備同人員需求識別。總結一下，就係為咗應付突發情況做好準備。好，跟住我哋講下 USD 管線整合呢個部分。咁樣呢個係實體到數位交接嘅先進幾何體實例化 Geometry Instancing 工作流程，將 Houdini 生成嘅實體效果連接到 USD Universal Scene Description 管線，實現從實體拍攝到數位增強階段嘅無縫整合。呢個全面嘅技術框架，令 Special Effects Practice Agent 能夠協調複雜嘅實體效果序列，同時維持最高嘅標準同專業製作品質。總結一下，呢個系統代表咗尖端模擬技術、監管合規性同電影藝術嘅匯聚，推動實體效果嘅可實現邊界，同時絕對唔會妥協於工作人員同表演者嘅安全。再嚟講起互動部分，呢個代碼區塊係描述咗接收場景18需求嘅流程。首先接收咗汽車爆炸、Sarah 閃避離開等要求，包括爆炸規模係大型火球、演員距離3公尺、安全保障同精確時機。然後向下流向 Special Effects Practice Agent 嘅工作流程，總體上係用嚟規劃同確保實體效果嘅安全執行。咁接落嚟呢，我哋繼續講下呢個工作流程嘅細節。講起第一階段嘅效果分析同規劃啦，場景分解方面，呢個效果類型係爆炸 Pyrotechnic， 規模大型，基本上係汽車大小嘅火球，直徑大約4米，持續時間2至3秒，包括火球上升同消散。所需元素有主要爆炸嘅火球、次要碎片如汽車零件飛散、煙霧形成爆炸後嘅雲團，仲有地面衝擊波帶起灰塵同衝擊效果。再嚟實拍對數位嘅決策矩陣，實拍元素包括主要火球，因為真實爆炸可以提供真實嘅光線發射同熱扭曲。初始煙霧爆發，用實拍煙霧展現自然嘅混亂同湍流，地面灰塵揚起。
捕捉真實粒粒同環境互動，熱波效果都係真實熱扭曲。數位元素咧就由 VFX Agent 協調，負責極端碎片軌跡，例如飛散汽車零件超出安全實拍限制，火球高度增強，延伸超出實拍安全範圍，背景結構損壞，包括建築物、樹木同環境破壞，大氣粒粒增強，擴展實拍煙霧體積。混合方法實施方面呢，真實爆炸佔60%規模基礎，用5米火球直徑確保安全邊際。演員定位最細安全距離增加到5米，由原先3米調高。數位增強喺後製中將火球擴展到完整4米直徑。實拍鏡頭作為燈光參考同氛圍互動來源。然後安全評估同風險分析，主要爆炸區域計算包括過壓分析，演員位置最大2磅每平方英寸。熱通量影射5米距離處最大95°C，要配備防護裝備，碎片長見毛。8米半徑封鎖區，聲音等級評估達140分貝，需要強制聽力防護。人員安全協議分熱區15米半徑，只限煙火技師同安全官員。溫區15至30米，必要工作人員配備爆炸防護盾同 PPE。冷區30米以上就係攝影機、導演同剩餘工作人員。緊急應變有4個滅火器站，醫療團隊待命。法規合規驗證 OSHA 程序安全管理要求已滿足，當地消防部門許可已取得。ATF 爆炸物處理執照已驗證，煙科作業保險覆蓋已確認。仲有啦，與特技協調代理人交叉驗證演員安全協議，最終批准印章安全驗證完成。咁樣總結一下呢個階段就係確保一切安全同有效率咁規劃好效果。講起階段2高級爆炸模擬，呢個係預視覺化部分。喺 Houdini 入邊用 PyroFX 嚟做模擬設定。首先講燃料配置，主要燃料係5加侖汽油蒸汽，控制喺分散室入邊。氧化劑混合物就係大氣氧氣，自然燃燒。點火方法用電動爆破器 Electric Blaster， 有3秒延遲引信，燃燒特性峰值溫度1200°C，持續5秒咁耐。再嚟講下燃燒物理建模，初始膨脹速度15米每秒徑向傳播，壓力波喺5米距離處18磅每平方英寸。喺安全參數內，熱輻射源頭850°C，演員位置95°C。浮力動力學熱氣雨流以8米每秒垂直速度上升。咁樣環境互動方面，地面反射會令衝擊波反彈產生次級壓力峰值，大氣衰減風速3米每秒，影響煙霧分散圖案。碎片模擬車罩軌跡建模最大3米高度。粒粒動力學灰塵雲擴張3秒後直徑12米。而家講下逐幀分析，用24幀每秒捕捉。幀0電動爆破器點火，火花可見。幀1到7燃料蒸汽膨脹3秒延遲。幀8燃燒啟動，橙色光芒出現。幀9到18火球膨脹達到5米直徑。幀19到36峰值強度，最大熱量同光輸出。幀37到54火球消散，顏色從紅轉黑。幀55到72煙柱形成，上升熱雨流。幀73到120環境沉降，粒粒沉降。接落嚟，安全熱圖生成：2米半徑1100°C，致命區冇人員；3米半徑350°C，冇保護嚴重燒傷；4米半徑180°C，需要完整防火服保護；5米半徑95°C，標準防火裝備安全；6米以上半徑少過60°C，最細保護需求。再深入啲，衝擊波傳播分析，升壓源頭148分貝，5米處138分貝，聽力保護強制，過壓波5米距離處15磅每平方英寸，安全別值，地面震動3毫米峰值位移，最細結構影響，空氣位移8米每秒，峰值速度，需要固定輕質物體。最後預視覺化輸出有 Explosion Previs。4K.Xr 高解析度體積渲染 Safety Analysis.pdf 完整熱力同埋壓力影射 Timing Breakdown.mov 精準爆炸序列 Debris Trajectories Sim 基於物理嘅碎片路徑預測，導演批准收到，包含特定時序調整。再嚟 Phase 3強化機械裝置設計，先講 Wire Flying System Actor Safety， 呢個係 Sarah 逃脫軌跡需要精密嘅 rigging。首先 Harness Configuration 主要安全帶係全身體支撐，
斷裂強度2200磅，連接點主要喺背部 D-ring， 次要胸部連接，安全冗餘用雙纜線系統，具獨立釋放機制。舒適墊層就係着陸序列用嘅衝擊分散泡沫。咁樣 wire routing concealment 主要纜線係3毫米鋼纜，容量500千克，從上方路由，纜線路徑從安全帶到隱藏起重機安裝點，角度45度。滑輪系統用滾珠軸承組件，確保平順運動轉換。隱藏方法就用數位繪製嘅纜線帶綠色追蹤標記。跟住後 motion dynamics calculation。初始速度演員以2米每秒向攝影機奔跑 ，wire 接合喺第22幀，序列開始92秒，俯衝軌跡前傾15度角度，水平移動8米。着陸區用衝擊吸收器展隱藏喺攝影機位置後方，總序列持續時間2秒，讓演員清除危險區。講完呢個，再嚟 wire removal preparation。追蹤標記沿纜線每25厘米放綠色球體，對比增強捕捉背景板，用於乾淨移除。運動模糊考量用高快門速度減少標記拖影偽影。VFX 移交套件包括原始鏡頭、乾淨板同運動資料，用於數位移除。最後 breakaway car preparation。車身面板用預切割鋁材控制碎片化圖案，車窗用糖玻璃替代，安全破裂特性，油箱完全移除。喺安全位置安裝 pyro chamber，Hoshin pyro chamber。引擎蓋機制淡黃色釋放，由爆炸壓力觸發，座位定位移除以確保碎片安全。內部填充 breakaway foam。咁啦，總結一下，呢啲設計都係為咗安全同效果兼備。接落嚟 Phase 4精準計時同步呢個部分，呢度主要講 SMPTE 時間碼實作，係用嚟確保所有裝置完美同步嘅。頭先講主時鐘設定畫格率定喺24幀每秒漸進式，呢個係匹配攝影機截取嘅。時間基底就係01000000，帶1個小時偏移嚟方便辨識。同步分法就硬接線連接到所有錄製裝置。精準度需求係所有系統容許正負一或格誤差，咁樣先夠準。再嚟裝置同步網路方面，攝影機 A 係廣角鏡頭，經由 SDI 連接嘅 SMPTE 輸入嚟同步。攝影機 B 中景就用帶嵌入時間碼嘅 Genlock 參考。攝影機 C 特寫鏡頭用無線時間碼接收器。備用仲有硬接線可用，音訊錄音機就加線性時間碼軌道同埋嵌入數位同步。煙火觸發器呢，就係畫格精準發射系統，確保一切準時爆。咁樣關鍵計時序列就係咁樣01000000行動指令發出，攝影機開始滾動，跟住01000052演員開始朝攝影機奔跑，01000008 22鋼絲牽引啟動，正好第22畫格01000900爆炸觸發器準備就緒，第24畫格，然後01000902爆炸引爆，第26畫格。01000903演員身在半空，遠離爆炸區域。最後01001200剪輯指令發出，安全確認。另外備用計時協議都好重要，手動複寫係煙火技師隨時可以終止。通訊系統用所有部門主管嘅無線耳機，視覺提示有紅綠燈系統，所有人員都睇得見。緊急停止就係終止開關，立即終止所有系統，咁先安全。總結一下呢個同步機制，確保一切順暢，冇意外。再講第5階段，講下片場執行同即時監控先。點火前檢查清單好重要，包括天氣條件，風速要少過5英里每小時，冇降水，防火安全。所有滅火設備已經測試好並且就位。醫療團隊、急救人員同燒燙傷專家即時待命。人員計數，所有人都喺指定安全區內清點完畢。通訊測試。所有無線系統確認運作正常，攝影機系統，所有3台攝影機正在錄影，時間碼已經同步，煙火藥劑，最終目視檢查電氣連續性已驗證。咁樣接落嚟係即時執行協議，鏡頭一分析啦，畫格26，爆炸精準喺提示時引爆，演員定位，距爆炸中心2米，安全邊距2米，鋼絲表現順暢接合。畫面中無可見纜線，火球大小，直徑4米，注記輕微功率不足。煙霧方向、風向變化導致東側漂移，部分遮蔽背景，攝影機捕捉。
所有3個角度成功，安全評估，冇傷亡。所有人員清點完畢，導演筆記話時機同安全完美，需要稍強一啲嘅爆炸嚟增強視覺衝擊、風向變化，所以要第二鏡。然後重置程序，現場檢查，煙火技師清除殘骸，宣告區域安全，設備重置，定位第二架相同汽車，重新裝填煙火藥劑，風向評估。氣象更新顯示方向有利變化，演員休息，表演者準備嘅10分鐘休息，藥劑調整，燃料增加8%嚟增強視覺衝擊。再嚟鏡頭2執行，所有系統正常，風向有利，爆炸規模6米火球，目標達成，煙霧散布，完美維持背景可見度，演員表現改進嘅跳躍執行，最終結果完美鏡頭，導演批准列印。總結一下，呢個階段執行順利，安全第一，視覺效果都提升咗。再睇埋第6階段，講下進階天氣效果實作，特別係場景30需要精密嘅雨環境。咁樣雨生成系統設計主要分幾部分，首先係物理基礎設施，有8台雨機定位喺12米高架架結構上面，水供應係2400加侖每分鐘嘅分散流量。壓力調節用35磅每平方英寸嚟達到4毫米平均液滴直徑，覆蓋區域係25米乘25米嘅均勻降水牆，仲有排水系統係隱藏式水溝，防止淹水，同埋實現水循環利用。再嚟液滴物理最佳化方面，終端速度匹配1米每秒下降速率，適合4毫米液滴嘅真實性。風力交互有15%橫向漂移嚟達到大氣真實感。撞擊動態係表面徑射半徑8到12厘米，取決於材質。累積建模就自然喺低點處形成水洼。然後環境整合包括溫度控制，水加熱到22°C，確保演員舒適。燈光協調用背光揭示相機中嘅液滴流線。聲音減震管理水，撞擊噪音利於對話錄音。服裝保護就用防水內衣同化妝密封劑應用。講完呢個。仲有 Houdini 與模擬預視覺化，粒子發射速率每台機器每秒15000個液滴，碰撞偵測地面、車輛同演員表面交互，射生成用次級粒子系統嚟處理撞擊效果，累積追蹤水深影射，確保視覺一致性。風力變異就大氣湍流，創造自然不規則性。最後實務數位混合協調，實務與提供真實演員交互同燈光捕捉。數位強化延伸超出實務機器範圍嘅覆蓋，合成整合 VFX 代理接收實務與底片作為基層，環境反射室表面陰影需要實務燈光參考。總結一下，呢個設計就令雨效果更逼真同專業啦。而家嚟到第7階段，大氣效果掌握。呢個場景14係倉庫，需要精密嘅霧效嚟實現真實感。咁樣先講下霧氣分布分析啦。A 霧氣機配置方面有4個霧氣單位。策略性放置嚟實現均勻嘅大氣密度，液體類型用水基乙二醇，適合演員長時間暴露嘅安全類型。粒子大細設定喺2到5微米，2到5微米達到最佳光散射同最細肺部刺激。密度目標維持70%能見度，70%能見度，確保演員安全。消散速率係90分鐘懸浮時間，適用於多個鏡頭拍攝。然後 B 體積照明整合，呢度光速能見度靠霧氣粒子自然散射照明，大氣深度俾背景元素一個神秘嘅遮蔽效果，晨光效果用方向性照明創造戲劇性嘅光柱，色溫就用暖色拉絲互動暖色拉絲營造琥珀色氛圍。最後 C 空氣循環管理要留意最細空氣移動嚟維持霧氣一致性。健康監測用空氣品質感測器確保安全呼吸條件。仲有緊急協議，如需立即清除霧氣。鏡頭規劃就喺鏡頭之間刷新霧氣，維持視覺連續性。總結一下，呢啲設定令整個大氣效果更專業同安全。繼續第8階段，講複雜鋼絲作業同吊掛系統。場景27嘅屋頂序列需要先進嘅吊掛技術，咁樣先做到安全同逼真嘅效果。首先，基於物理嘅安全計算好重要。跳躍軌跡分析方面，建築物之間有6米水平跨度，成功實拍跳躍嘅最低速度要5米每秒。重力補償靠鋼絲提供280牛頓向上力嚟增強跳躍。而安全邊際就係鋼絲喺潛在墜落前3秒捕捉表演者，咁樣確保一切都穩陣。再嚟鋼絲張力動力學，
纜繩規格用4毫米鋼製飛機纜繩，斷裂強度高達1200公斤，負載計算喺捕捉序列期間最大850牛頓。伸展補償係峰值負載下纜繩身長15厘米，反彈阻力就靠減震器防止有害震盪。總結一下，呢啲設計令系統更可靠。另外緊急系統都齊全啊！快速釋放用彈簧式機構嚟即時脫離備用附註有獨立錨點嘅次要安全線。通訊方面，吊掛人員同表演者保持持續無線電聯繫。醫療待命就定位咗專門高角度救援團隊喺附近。跟住落嚟講返數位移除準備。鋼絲塗層用亮綠色嚟做到最佳色度鍵移除。追蹤元素每30厘米貼逆反射膠帶用於運動分析。背景板係冇鋼絲嘅乾淨捕捉嚟做合成參考。運動資料靠高速相機捕捉鋼絲動力學，用於 CG 替換。呢個階段就係咁，繼續講落去會更深入啲。睇下 PHA9 Breakaway Set Engineering 呢個部分專門講場景11酒吧打鬥需要受控破壞嘅工程設計。我哋先講材料工程 Material Engineer 呢度。對於 breakaway table construction 建構，核心材料用 balsa wood honeycomb 輕量受控斷裂，表面飾面就係2毫米硬木嚟得到真實外觀。斷裂線預先刻畫好斷裂圖案，確保安全碎裂。接合設計將弱點定位喺戲劇性但安全嘅崩塌位置，而邊緣處理就懸割所有斷裂點，防止尖銳邊緣出現。再嚟 Safety Testing Protocol 安全測試協議包括跌落測試，用80千克重量從2米高度掉落；碎片分析確保最大碎片尺寸8厘米，而且冇尖銳邊緣。衝擊力設定喺斷裂發生於350牛頓衝擊對演員安全。碎片圖案就受控散佈喺2米半徑內。另外 Multiple Unit Preparation 多單位準備方面，主要台係英雄道具，用於主要攝影機角度。備用台有3個相同單位，用於額外拍攝。重置時間喺拍攝之間90秒嚟更換台。碎片管理就由清理團隊隨時待命，即時清除區域。總結一下呢啲設計，確保打鬥場面安全又刺激。跟住 PACE10實務同數位整合精通，呢個係全面嘅移交協議，用嚟確保 VFX Visual Effects 整合得無縫無間。講起 Scene 18 Car Explosion Handoff， 先嚟睇下實際元素捕捉咗啲乜。主要火球係直徑5米嘅真實爆炸，用咗2K 高速相機。地面互動包括塵雲、碎片散落同埋熱浪效果。燈光數據有爆炸照明嘅 HDR High Dynamic Range 環境影射，煙霧體積就捕捉咗自然亂流模式，作為數位增強嘅參考。數位增強要求就係火球放大直徑到4米，同時保持寫實感。碎片增強加埋危險飛散嘅車件，環境破壞用數位方式毀壞背景元素。大氣延伸就擴大煙柱高度同密度。再嚟技術移交包裝，包括原始鏡頭係所有角度嘅 4K ProRes 捕捉，計時數據有精準 SMPTE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日誌嚟同步。燈光參考係爆炸時嘅360度 HDR 捕捉，安全文件就完整記錄實際設置，俾 VFX 參考用。講完呢個，接落嚟 Scene 30 Rain Enhancement， 實際雨水捕捉咗真實演員互動，表面濕潤同埋大氣深度。數位增強就擴大覆蓋範圍，增加水滴密度同埋強化背景。合成方法係實際雨水作為主角前景層，燈光保存就透過數位延伸維持實際照明。然後下一個 Scene 14 Atmospheric Coordination， 實際霧氣有真實體積散射同埋真實光線互動，數位增強就強化晨光線強度同埋延伸大氣深度。渲染方法係實際霧氣提供燈光同散射參考，後製就用數位工具延伸同增強，而唔係取代實際基礎。總結一下，呢啲協議確保實務同數位元素完美融合，俾 VFX 工作順暢進行。重點嚟啦，下與其他代理系統嘅整合。講起 VFX 代理協作呢個部分好重要，因為佢涉及實用效果底片、高解析度捕捉用嚟做數位增強，仲有鋼絲移除資料、綠色追蹤標記用嚟分析運動，方便清理。再嚟係增強規格，包括縮放需求同數位延伸參數。技術規格就係相機設定、照明條件同同步資料，咁樣 VFX 團隊可以更順暢咁配合。
接落嚟，特技協調代理界面呢度，吊掛規格有鋼絲速細節、負載計算同安全邊際。安全協議包括爆炸半徑資料、緊急程序同醫療需求。視序協調就係動作序列。表演者提示同安全窗口。設備驗證有認證文件、檢查記錄同冗餘系統。總結一下，呢啲確保特技場面安全又精準。而家嚟到照明代理協調，無密度參數涉及大氣散射係數同可見度需求。實用火光照明有熱輻射資料同色溫輪廓。環境照明包括雨中可見度嘅背光需求同大氣效果。安全照明就係緊急照明、疏散路徑標記同工作區域照明。咁啦，照明團隊可以根據呢啲參數調整，營造出完美氛圍。最後，音效設計代理同步，爆炸時序用精準畫面 SMPTE 資料嚟做音訊同步。環境音訊有語強度資料，用嚟匹配逼真音效。安全通訊包括緊急信號整合同劇組通訊協議。聲學考量就係聲音減震需求同效果期間對話保護。跟住落嚟呢個整合令成個製作流程更協調，效果自然一流。講完呢個最終全面輸出啦。製作統計方面有28個實用效果成功設計並執行咗，仲有12個煙花序列，包括爆炸、火焰效果同控制燃燒。再嚟15個天氣效果，好似雨水系統、霧氣氛圍同風力模擬咁。另外18個機械裝置，涉及鋼絲工作、易碎元素同控制破壞。所有作業維持100%安全合規，47個同步事件全部達成畫格精準計時，零事故、傷害或者安全協議違規。所有混合序列完成無縫實用，VFX 交接全面監管合規，包括 OSHA、NFPA、ATF 要求全部符合。咁樣總結一下技術創新成就：進階 Houdini Pyro FX 整合同即時安全監控 ，SMPTE 時間碼精準度達指畫格準確性，用嚟做實用效果。Bullet Physics 實作，用於預測安全分析。多攝像機同步，橫跨多樣錄製格式，實用。數位工作流程最佳化，減少後製時間35%。而家嚟到程式碼示範焦點，跟住落嚟再深入啲講返呢個部分。咁呢個煙科模擬引擎啦，呢個系統有先進嘅 Houdini Pyro FX 整合，實作咗 Axiom GPU Solver 嚟做煙科預視覺化，具備逼真嘅爆炸運動，包含動畫噪點圖案 Animated Noise Pattern 同埋擾動效果 Perturbation Effects， 咁樣就提升咗視覺真實性。咁樣呢個設計好適合模擬煙火嘅動態過程。接落嚟係多爆破爆炸設計器 Multi-Burst Explosion Design。呢個精密系統用多個輸入點散佈喺附近，並以唔同嘅起始畫面定時嚟避免同時觸發，創造出複雜且有趣嘅爆炸幾何形狀 Explosion Geometry， 超越簡單嘅單爆破配置 Single Burst Setup。講完呢個，再嚟睇下體積火焰建模 Volumetric Flame Modeling， 精確控制燃料注入 Fuel Injects、溫度分佈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以及速度參數 Velocity Parameters。具備動態可調整嘅設定，用嚟控制煙火元素嘅速率、規模同埋外觀。總結一下，呢啲功能令煙火效果更逼真同埋多變。仲有呢個系統好適合用喺專業視覺特效製作入邊。全面安全驗證系統呢個好，跟住我哋嚟講下佢嘅幾個核心功能。首先，爆炸半徑計算器 Blast Radius Calculator， 呢個係整合咗 NFPA 495爆炸材料，規範 NFPA 495 Explosive Materials Code 標準，用嚟計最小線內分離距離。實施 Division 1同2爆炸安全協議 Division 1 and 2 Explosive Safety Protocols， 適用喺製造、儲存、運輸同使用嘅情景，咁樣就確保晒安全距離。咁樣接落嚟係熱成像熱圖 Thermal Heat Mapping。佢提供即時溫度分布分析，幫手計算煙火作業期間人員定位嘅安全距離。留意呢個好重要，防止意外。然後下一個係法規合規引擎 Regulatory Compliance Engine， 呢個多機構整合系統納入咗 NFPA、OSHA 同美國煙火協會 American Pyrotechnics Association 指南，仲結合酒精、煙草火器同爆炸物局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監督協議。總結一下就係幫你全面符合法規。最後緊急應變整合 Emergency Response Integrates， 佢涵蓋全面緊急程序，包括疏散規劃、緊急服務協調、傷害應變協議同埋強制人員訓練驗證系統。咁啦，確保一切應變都井井有條。
下一步呢個進階天氣效果產生器啦，呢個工具超勁，專門模擬各種天氣效果，特別適合用嚟做逼真嘅遊戲或視覺特效。咁樣，第一個重點係粒子基礎雨水系統 （Particle-based Rain System），佢用向下速度發射嘅精密降水模擬，仲有地面碰撞偵測、時間追蹤嚟處理撞擊事件，同埋動態地面平面位移呢啲元素加埋一齊，就產生到好逼真嘅潑遞同漣漪效果，睇落就好似真雨水打落嚟咁。接落嚟講下大氣霧氣模擬 （Atmospheric Fog Simulates）。呢個係粒子流體表面轉換系統，具備可自訂分離參數，支援透明材質應用同環境互動，咁樣就能產生真實嘅大氣效果，感覺好自然，霧氣浮浮沉沉，好有層次。最後呢，仲有環境互動建模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Modeling），佢透過垂直位移過濾同隨機原始刪除嚟產生表面泡沫，創造增強嘅破裂效果同埋逼真嘅水體累積圖案。總結一下，呢個系統令到成個天氣模擬更生動，絕對係專業級嘅工具。精密線材加工同機械裝配規劃器。好，跟住我哋嚟講講呢個工具嘅核心功能啦。首先，基於物理嘅安全計算器 （Physics-based Safety Calculator），呢個先進嘅碰撞偵測 （Collision Detection） 實作，包含移動同旋轉物件之間嘅連續碰撞時間 （Time of Impact） 計算，仲有強健嘅突包 （Convex Hull） 碰撞偵測。呢啲對物件斷裂、模擬 fracturing object simulation 同機械裝配 mechanical rigging 嘅安全超級重要。咁樣接落嚟係線材動力學模擬 wire dynamic simulates， 固定速率嘅物理模擬 physics simulates， 以60到120赫茲運作嚟確保一致嘅即時效能 real time performance。透過精確嘅子步驟 sub-step 計算，實現準確嘅線材張力 wear tens、軌跡 trajectory 同安全邊界 safety margin 分析。最後，斷裂道具設計器 Breakaway Prop Designer 愛嚟做控制性破壞元素嘅材料應力分析 Material Stress Analysis 系統，包含斷裂線最佳化 Fracture Line Optimization 同碎片圖案預測 Debris Pattern Predicts。總結一下，呢啲功能令到成個規劃過程更安全可靠啦。好，跟住我哋講返精準畫格同步計時呢個部分啦。首先呢 SMPTE Timecode Engine 呢個係完整實作咗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標準，用嚟為個別畫格標記提供精準時間參考，咁樣就方便編輯、同步同埋跨膠片、影片同音訊素材嘅辨識。咁樣總結一下，就確保晒所有素材都準確對齊。再嚟 Multi-Device Sync Manager 就係系統範圍嘅時鐘分發，確保多台相機、音訊錄音機同煙化觸發器之間完美協調，仲有精準畫格計時協調。呢個對於複雜嘅實用效果序列嚟講至關重要。留意下呢樣設計就令到多個裝置同步得天衣無縫。然後 Real-Time Trigger Controller 透過標準音訊設備或者直接影片信號編碼嘅分散式計時系統，支援專用 Timecode 產生器同埋製作設備整合，用嚟做到無縫嘅實用效果協調。講到呢度，呢個功能就幫到製作團隊輕鬆控制晒所有觸發動作。再嚟下實際 VFX 整合協調員呢個角色啦。呢個職位主要負責 USD 管線整合，好似進階幾何體實例化 Geometry Instancing 工作流程，將 Houdini 生成嘅實際效果無縫連接至 Universal Scene Description USD 管線，實現最佳嘅實際到數位移交協調。咁樣就確保晒一切順暢過渡，唔會有斷層。然後再嚟係線材移除標記系統，呢個就係綠色追蹤標記自動化，結合運動分析 Motion Analysis， 用嚟高效處理數位清理工作流程，幫手除走啲多餘嘅線材，乾淨利落。講完呢個，接落嚟係效果分類矩陣，呢個智慧型實際 VS 數位判斷系統，優化複雜多元素序列入邊嘅安全性、成本同視覺影響。總結一下就係幫你分清楚邊樣係實際，邊樣係數位，慳時間又安全。最後仲有混合增強控制器，自動化實際鏡片分析，提供最佳嘅增強參數，用嚟數位縮放、碎片添加 particle addition 同環境擴展，咁樣就令到效果更逼真，視覺上更強大。好，跟住我哋講下進階導線移除同追蹤系統啦。呢個系統有自動標記放置功能，沿住導線長度每25至30厘米，精準放綠色追蹤元素，咁樣就做到最佳數位移除效果。
然後運動分析整合用高速相機資料處理，捕捉導線動態作為 CG 替換參考，仲有乾淨底板生成、背景捕捉自動化，幫手無縫數位導線移除工作流程。另外，即時隱藏評估喺現場分析，決定實際設置期間最佳導線路由同隱藏策略。咁樣全面技術實作代表實用效果協調嘅尖端技術，無縫融合進階物理模擬 physical simulus， 監管合規性 regulatory compliance 同電影藝術性，同時維持絕對安全標準。呢個系統讓電影製作者實現前所未有嘅實用效果真實性，透過精密預測分析同即時監控功能，確保劇組同表演者安全。接落嚟講實作解決方案。基於對你特效實用代理需求嘅全面分析同可用開源框架，呢個詳細實作路線圖將每個功能對應特定技術。而家嚟到框架功能矩陣部分，需求物理模擬主要用 Project Chrono C++ Python， 次要選項有 Bullet Physics、SDK 同 Rapier Rus， 成熟度等級係 Production Ready， 整合複雜度中等。VFX 管線主要用 Aeon Apache 2.0， 次要 Prism USD Base， 成熟度 Production Ready， 整合複雜度低至中等。USD 整合主要用 Prism USD Plugin， 次要 Aeon Native USD， 成熟度 Production Ready， 整合複雜度低。安全合規性主要用 OSHA NFPA Framework， 次要 Custom Development， 成熟度 Standards Based， 整合複雜度高。時間碼同步主要用 Libel TCSMPELGPL， 次要 Timecode Kit Swift， 成熟度 Production Ready， 整合複雜度中等。3D 圖形 VFX 主要用 Gaffer BSD License， 次要 Open Image IO 同 Open Timeline IO， 成熟度 Production Ready， 整合複雜度中等至高。最後講下主要實作堆疊推薦，重點嚟啦！核心物理引擎 Project Chrono 加 PyChrono。呢個引擎提供基於物理嘅建模同模擬基礎架構，有 C++ 核心同 Python 綁定，可以模擬輪式車輛、機器人、機電系統，仲有流固互動。對於你嘅實用效果代理嚟講，實作方法係咁樣：首先導入 PyChrono.Cori 作為 Chrono， 同埋 PyChrono.Ilic 作為 Chrono， 用嚟做爆炸物理模擬。初始化 Chrono 系統 System NSC 嚟處理煙火模擬，設定重力加速度為 Chrono Vector B0 負 9.810， 然之後建立爆炸碎片模擬，創建 Debris Material 作為 Chrono Charge Material Surface。NSC 設定摩擦係 0.6 同埋彈性係 0.3， 最後計算爆炸半徑加入安全邊際。Blast Center 係 Chrono Trofactor G000，Safety Radius 就用 Calculate Safety Distance 嚟計。Explosion Force 同 Debris Mass。 咁樣呢一段代碼主要目的係模擬爆炸碎片嘅物理行為，從初始化系統開始到設定材質屬性，再到計算安全距離，確保模擬穩健同現實。優點嚟講，佢支援並行處理大型情景，同埋最先進嘅碰撞偵測演算法 Collision Detection Algorithm。 設計為中間件 Middleware， 方便滲入其他應用程式，跨平台，仲用 BSD3 授權。非平滑動力學時間整合器 Smooth Dynamics Time Integrator， 用嚟做穩健嘅接觸模擬，仲可以同 AI 框架如 TensorFlow 整合。限制方面就係複雜物理程式設計有學習曲線，先進自訂化可能需要 C++ 專業知識。總結一下，呢個引擎好適合需要高精度物理模擬嘅項目，但要準備好啲學習時間。跟住我哋嚟講下 VFX 管線基礎嘅 Aeon 呢個部分。咁樣Aeon 係工作室入邊最強健嘅開源管線，佢有跨業界標準應用程式嘅深度整合。呢度有個簡單嘅 Python 代碼例子，用嚟示範 Aeon 管線整合實用效果。呢個代碼主要係從 Aeon Core Pipeline 模組引入 Create Context、Publish 同 Load Asset 呢啲函式 function， 然後建立一個實用效果嘅上下文 context， 包括項目名 Action Movie、VFX、資產卡、Explosion、Scene 18。任務 Practical Effects 同應用程式 Houdini。 之後佢會準備發佈數據，包括實用爆炸模擬嘅快取路徑、安全分析報告、時間同步數據同線材移除標記，然後用 Publish 函式 function 發佈呢啲數據到上下文入邊。總結一下，呢個流程就係愛嚟處理實用效果資產嘅發佈，確保一切順暢整合落管線。講完呢個，再嚟講下 Aeon 嘅優點啦。開箱即用嘅 USD 相容性，仲有專案層級解釋器嘅原生 USD 支援，主管唔使有腳本 scripting 知識，一致嘅檔案結構可以減少錯誤。
另外，免費安裝仲提供原始碼，已經喺全球數百家工作室部署咗。咁整合點方面，佢同 F-Track Studio、ShotGrid 同 Kitsu 有緊密整合，用嚟做製作追蹤。仲有原生支援 USD 工作流程同 Unreal Engine 嘅即時渲染，呢啲都係重點嚟啦。繼續講下時間碼同步呢個部分，專門用 libtc SMT 嚟實作。呢個 libtc SMT 提供晒完整嘅 LTC 編碼同解碼功能，仲支援 SMPTE 日期，包括 Jack 音訊客戶端、Jack Audio Client 同 MTC 轉換工具。咁樣實作方法咧就係愛嚟做精準嘅畫面同步，特別適合實用效果嘅爆破計時系統。再嚟睇下代碼嘅重點，首先 include 咗 LTC-SMPT.H 圖文件，然之後初始化咗 LTC-SMPT eDecoder 同 LTC-SMPT encoder， 仲有 SMPT timecode 變數。接住嚟設定爆破觸發嘅計時 ，hours 設做1 ，mins 0 sex 9 ，frame 就係2。呢個喺24幀每秒嚟講就係第26個畫面，最後生成觸發信號啦，用 LTC MTE encoder encode frame 嚟編碼 timecode 入 frame buffer， 然後 send trigger to Pyro system 傳送去爆破系統。講完呢個優點就嚟啦，呢個係 LGPL 授權嘅開源軟體，附有完整文件，包含用嚟 MTC 轉換同音訊檔案分析嘅工具，仲符合產業標準嘅 SMPTE 相容性。總結一下，超實用。留意安全合規框架自定 OSHA NFPA 整合。咁樣，由於冇全面嘅開源安全合規框架，所以我哋要實施基於既定標準嘅自定解決方案。呢個解決方案就係用嚟驗證安全合規嘅系統，定義咗一個 Practical Effects Safety Validator 類別。初始化時會載入 OSHA 標準同 NFPA 守則。然後 validate pyrotechnic setup 方法會驗證煙火設置，計算 NFPA 495爆炸物材料合規嘅安全距離，根據爆炸類型同數量嚟計，仲有 OSHA PSM 要求驗證流程安全管理，包括危險分析完成、員工培訓最新、緊急程序測試同機械完整性驗證，最後返回安全距離同 PSM 合規結果。總結一下，法規整合就結合 NFPA 標準同 OSHA 嘅 PSM 框架，實現全面安全管理。NFPA 101、NFPA 101合規確保 OSHA Subpart E 合規，再加基於 AI 嘅合規檢查，針對法規、產業標準同內部政策嚟驗證。接落嚟講返專門元件實施。而家嚟到進階物理模擬 Newton 加上 NVIDIA Warp， 呢個適用於 GPU 加速效果。Newton 係一個由 NVIDIA、Google DeepMind 同 Disney Research 開發嘅開源 Physics Engine， 建基於 NVIDIA Warp 嚟實現 GPU 加速。咁樣呢段代碼係用嚟做 GPU 加速嘅爆炸模擬，透過 Warp 模組 import 入嚟，定義咗一個 kernel 函式，名叫做 Explosion Debris Sim， 佢會接收 positions、velocities 同 forces 等 WPD.array 輸入，仲有 blast center 同 blast force 參數。喺 kernel 入邊用 WPD-TIE 攞取 thread ID， 之後計算每個位置嘅爆炸方向同距離衰減 normalize 向量，計力大小係 blast force 除以距離平方，加個小數避免除零，最後將力向量寫返 force 陣列。總結一下，呢個 kernel 目的就係模擬爆炸碎片嘅力效應，全部喺 GPU 上平衡處理，效率超高。好，跟住我哋講下呢個基於 Web 嘅時間碼工具，專門用嚟瀏覽器整合，咁樣可以即時監控 LTC DIMM Wasm 呢個工具，提供基於瀏覽器嘅 SMPTE 時間碼解碼，專門處理 LTC 編碼音訊。呢個工具好適合用嚟監控時間碼，特別係即時監控部分，用嚟觸發實用效果。再嚟睇下呢個 JavaScript 代碼嘅重點，首先引入 LTC Decoder 從 LTC Wasm 嚟，然後建立一個 Timecode Monitor 類別。初始化解碼器同一個實用效果齋列，喺 Process Audio Frame 函式入邊會解碼音訊數據得到時間碼，之後檢查單列入邊嘅每個效果，如果時間碼匹配觸發時間，就會觸發相應嘅實用效果。總結一下，呢個代碼主要目的係實現實時時間碼監控，用嚟觸發預定嘅效果。咁接落嚟講下整合架構，繼續呢個實用效果協調中心。呢個係一個主要協調系統，用嚟處理各種實用效果嘅執行。
呢度有一個類別叫做 Practical Effects Coordinator，佢喺初始化嘅時候就會建立幾個核心組件：物理引擎 （Chrono Physics Engine）、管線 （Aeon Pipeline）、時間碼同步系統 （SMPT Timecode System）、安全驗證器 （Safety Compliance System） 同埋 VFX 橋接 Gaffer VFX Bridge。咁樣佢就準備好協調所有部分啦。再嚟講下佢嘅主要方法。Execute practical effect 呢個方法接收一個效果規格 effect，spec 然後先做安全驗證，透過安全驗證器 validate 呢個規格，如果冇通過，就會拋出安全違規錯誤 safety violation， 列出所有問題。接落嚟就用物理引擎 simulate 呢個規格，生成模擬結果 simulation result， 然後 set 定時間碼同步，透過 schedule trigger 安排觸發時間 trigger timing， 根據效果嘅時間要求 timing requirements， 仲有準備 VFX 管線，透過 prepare practical assets 處理相關資產，最後就執行同步效果，傳入安全許可、模擬結果同觸發時間、返還結果。總結一下，呢個流程確保一切安全、同步同有效執行，實用效果。而家嚟到實作階段，跟住我哋可以根據呢個協調中心逐步實作每個組件嘅細節，確保佢哋喺實際項目入邊運作順暢，咁樣 VFX 工作流程就會更可靠啦。第一階段核心基礎頭3個月，而家嚟到第一階段嘅核心基礎，呢個階段大概頭3個月。咁樣首先係物理引擎設定 Physics Engine Setup， 我哋會部署 Project Chrono 嚟做基本爆炸模擬 Explosion Simulates。再嚟係管線整合 Pipeline Integration， 實行 Aeon 嚟管理資產 Asset Management。另外安全框架 Safety Framework， 開發 OSHA NFPA 合規檢查系統 Compliance Checking System。最後基本時間碼 Basic Time Code， 整合 LiveThrees MT 嚟做同步 Synchronizing。講完呢個階段，總結一下就係打好基礎，為之後嘅發展鋪路。睇下階段2，呢個係進階功能，預計用4到6個月嚟搞掂。咁樣啦，第一樣係 GPU 加速 GPU Acceleration， 我哋會新增 Newton Warp 嚟處理啲複雜模擬，加快運算速度。然後 USD 整合 USD Integration， 完成由實體到數位嘅工作流程，讓一切更順暢連動。接落嚟網頁儀表板 Web Dashboard， 部署一個基於瀏覽器嘅監控系統，你可以隨時喺網上睇到進度。最後進階安全 Advanced Safety， 實作預測性安全分析，提前發現潛在問題，確保一切安全可靠。總結一下，呢個階段會令系統更強大同專業。嗱，講翻啦，第3階段啦，生產最佳化啦，呢個階段咧係第7到9個月嘅工作。咁樣先講效能調校 Performance Tuning， 主要針對即時效能嚟做最佳化，確保系統跑得更快更穩。然後係整合測試 Integration Testing， 呢度要全面測試多個系統之間嘅互動，檢查有冇問題。講完呢個，再嚟文件 Documents， 完成所有技術文件，讓大家清楚明白。仲有訓練材料 Training Material， 開發使用者訓練計劃，幫用戶上手得更快。總結一下，呢個階段係為正式上線鋪路。接落嚟講返關鍵依賴與先決條件 Critical Dependencies and Prerequisite， 呢啲係必須嘅依賴同埋先決條件，確保之前階段嘅工作都搞掂先可以推進。好，講起系統需求嚟呢，首先係作業系統 OS， 呢個要用 Linux， 特別係 Ubuntu 20.04或以上版本，或者 Windows 10以上，咁樣先確保完全相容性。跟住硬體 hardware 方面 ，Warp 加速最好配 NVIDIA GPU， 建議用 RTX 3080或者更勁嘅。佢 mining 記憶體 memory 咧就至少要32吉字節加 RAM， 尤其係處理複雜物理模擬 physics simulus 嘅時候。儲存 storage 部分 USD 資產串流最好用 NVMe SSD， 咁先夠快夠穩。講起軟體依賴 software dependencies， 首先係 Python 3.9 加，要搭配 NumPy 同 SciPy 呢啲科學套件堆疊嚟用，跟住 CMake 3.18 加用嚟建置 C++、C++ 元件，然後 CUDA 11.8 加就專門用於 GPU 加速，最後 Node.js 18加係用嚟跑基於網頁嘅監控工具。咁樣總結一下，就係呢啲依賴嚟支持整個系統。好，跟住我哋講下整合挑戰先啊。
授權相容性方面，ChronoBSD3、Aon Apache 2.0同 Libeless SMTL 都相容得嚟，咁樣商業部署就需要小心管理授權啦。然後，即時效能呢個物理模擬一定要喺畫面截止期限內搞掂。NVIDIA Warp 提供高性能平衡處理，用嚟處理關鍵路徑。硬體同步就講返 SMPTE 時間碼要硬體級別嘅精確度，專業時間碼產生器可能要用嚟達到指畫面精確。仲有安全認證，自定安全系統需要認證安全工程師嚟驗證，同專業煙化設備整合就要專門界面。總結一下，呢個實作解決方案為你嘅特效實際代理提供堅固生產就緒基礎，利用經過驗證開源技術，同時維持未來增強彈性。好啦，今日我哋詳細講解咗實拍特效代理點樣用物理模擬同嚴格安全標準，創造出震撼嘅真實效果。仲有 AI 音樂系統點樣用情感智慧為電影度身訂造專業配樂。呢兩個系統咧都展示咗現代電影製作嘅尖端技術，一個確保爆炸場面既壯觀又安全，另一個咧就令音樂創作變得更容易接觸，但又唔失專業水準。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俾你啲做創作嘅朋友，一齊學習呢啲改變遊戲規則嘅技術。下一集我哋會探討更多令人興奮嘅 AI 代理系統，到時見。